美国职篮 NBA 金州勇士科瑞今天在比赛第3节砍进22分，整场比赛攻下36分。汤普森一注28分，让勇士117-107击败明尼苏达灰狼，在西区独居龙头位置。前一战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，汤普森 Klay Thompson 18次出手仅命中5球，只拿下14分，但今天他首节就靠100%的命中率攻下15分。灰狼上半场打完，以47-59落后，但一篮后打出14-2开局，曾以61-61将战局扳平。但科瑞 Stephen Curry 接管战局，在接下来94秒内拿下8分，让勇士重新掌握比赛。科瑞也在第3节投进他本季的第300个三分球，今天他在3分线外14投8中。科瑞、汤普森两人今天共在3分线外出手24次，一共命中12球。勇士今天全队共传出39次助攻，这是他们本季第30次有单场至少30次助攻的表现。灰狼的汤斯 Karl Anthony Towns 攻下26分，抢下21个篮板，有双20的表现，但球队输球，终止主场6连胜。